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客停车的抢案。昨暝，伫这个家人有一个60岁的男子抢客停车司机的皮包啊，了后，甲这个司机摔落车，甲这个客停车驶离走。伊驶就国道5号往宜兰的方向来逃走。警方马上来启动着跨县市围捕。大溪分局接到消息，随调来着大型车，甲这个大路甲砸起来。啊，警车就走离的慢车道来做拿检。 果然，这个男子驶客停车来了，驶到位转摕无路，要走嘛走袂去，乖乖来导航。为客停车顶拖出来，警察甲嫌犯压倒伫咧涂骹。来，手背起，手背起。 压起来了后，靠手铐，乖乖听警察的话。这个60岁的谢先生，甲客停车司机抢劫，佮甲司机赶走，抢伊的车，行国道5号往宜兰方向走去。加在警察反应真紧。来，你先过，你先过，你先过。 爱经过民众经闪开，因为等一个要掠人啊！大溪分局接到通报，随调路边经过大拖车来，停伫咧内车道挡嫌犯的路，顺后车是停伫咧外车道，走伫咧大溪路段，耐心等伊。下来！来啊来啊，嫌犯真正来啊，无路通走，敢若当认罪。 警察跨县市掠人，成功甲嫌犯掠起来。姓谢查甫人安怎想都想袂到，拢走去宜兰啊，嘛是叫警察掠起来送办。